4月大地震，泰鲁阁国家公园是害甲真严重，沙卡当步道到今也是封起来的。管理处监测当地生态，好消息是发现这鱼仔虾仔生态无明显衰退。为了解控制矿山大地震了后，沙卡当溪的生态深受改变。太管处新秀员伫溪边设定人的陷阱，掠到毛虾、草虾。高感啊，这原生物种，这物种的存在显示地震了溪流有关保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台湾扁绒螯蟹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特有种，目前看到也是都有记录。那其他的我们有日本瓢鳍虾虎啊，之前称日本秃头鲨，另外大纹虾虎也都有看到。沙卡当溪是日不溪上接近出海口支流，壮丽溪谷景观是泰鲁阁国家公园当中享受游客欢迎景点之一。不过地震了后，山边崩塌，唔那步道损毁，溪谷也受影响，停止开放。太管处依然维持生态调查的工作。土石崩塌，我们很担心会影响到它回游的路径。台风之后有冲掉，那因为现在都进不去，那我们至少这一站看起来是还好。那我们持续等那个工程修复情形，只要可以再往前推进，我们就会再继续看。不过，这几年来，沙卡当溪也监测到一寡非当地原生物种的出现，亲像台湾石滨、粗糙草虾族群扩大，向也影响原生态。太管处积极进行移除工作，维护原本生物的多样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